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秦碧纯，欢迎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下边有一连串的新闻报道，带大家做伙来关心。台南自动化机械展22号伫咧南胖世贸展览中心登场，进行着为期5天的展出。行政院长赖清德甲经济部商务处长王美花等人拢共同出席典礼，为活动进行开幕的剪彩仪式。赖清德院长伫咧会中也表示，除了感谢各界对伊伫咧台南市场任内支持以外，嘛期待透过各项重大投资案的启动，会当持续带动台南的经济发展。台南市目前几年的发展情况，那么除了说今年的自动化机械跟智慧制造展规模比以往大以外，那刚刚提到了台积电也加码投资台南。5奈米已经动工，3奈米也决定这个驻足台南那表示说未来台南市是全世界半导体非常重要的一个城市因为台积电它的半导体是值世界之牛耳，那台积电最重要的研发制造的3奈米是在台南落足台南，那表示台南未来在半导体产业的地位举足轻重，然后我也希望我们全体市民也要支持因为呢，半导体的产业来到台南需要人才所以我们提供人才到公司去上班，台南、南台湾甚至整个台湾的年轻人都可以来，让整个产业持续发展。主办单位表示，今年台南自动化机械展是南胖世贸开馆以来上界大的展示规模，总共分做7个展区，960个单位，250间知名厂商来参与。现场超过200台国内外上界新、上界先进的机械设备。展期至到3月26日为止，民众只要换证就当免费来参观。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议会定期会上午有着劳工甲社会局业务报告。伫咧劳工局方面，除了议员关心一例一休对劳工甲资方的影响，另外针对劳工局对基层工会所编的劳工训练经费，议员林美燕认为，以今年甲5年前做比较，基层工会愈来愈增加，不过劳工训练的经费却愈变愈少，要求劳工局爱增加经费。为什么我们一直在标榜？劳工局，我们要照顾劳工，我们要培训我们的劳工能够有竞争力。喜安那迪基层工会内底，我们给他的劳工教育，相对比过去5年前还少了。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我们的口号，我们的标榜是这个样子。你讲一定重视我们劳工所有的培训，那为什么在预算里面相对剥夺到了？议员所关心的480是用在他基层工人自己办的劳教，那另外一个部分我们有统一办理的劳教，这个部分是没有的。5年前的条件跟现在的条件，你北上工因为5年前预算整个调整里面，你排挤到我们的劳工教育，你要还完呐，你要还给我们呐，你不能说用5年前的来做那个理由来做搪塞了。除了为基层工会劳工签名，另外针对最近面包店的恶性关店。要议员为员工甲消费者来签名，针对员工的权益，因为有牵涉到积欠工资甲资遣费，对此劳工局将强力捍卫劳工的权益，会向劳保局申请电查。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接煞伫社会局方面，最近因为邻里诊病，议员洪玉峰为一寡社区活动中心来签名。议员认为，过去一寡活动中心的使用，时常看到社区发展协会甲里袂合，现在里甲邻各合并，相信伫使用上将会更加无方便。现在像里的活动中心，它所有的经费收入都要缴库啦，缴市政府，然后市政府再按比例发给他们去使用嘛。那社区活动中心要不要呢？社区活动中心嘛是同款啊。
赶快呢，也是一样。对对，啊，但是社区活动中心伊的一寡业体，哈，一寡业体的修缮。但是你哪去考虑啊？即马有真侪里，伊是2里、3里合做一个里呀，哦，啊搞不好已经内底无半个活动中心，但是迄边诶有可能3、4个啊，安尼伫资源的分配来讲，这是非常的无公平啊。对此，社会局长刘淑慧表示，虽然活动中心的使用管理是伫个民政局甲区公所，不过针对社区发展协会的部分，社会局会尽力沟通甲协调。另外，针对少囝化的问题，议员翁玉峰认为，现在普遍拢是双薪的家庭，而且囡仔请保姆一个月就要2万左右。不过，伫个市府0岁到2岁囡仔，一个月克只补助2000到2500块。不怪即卖家庭无愿意生，希望社会局爱进行检讨。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今日上午，由着亲子共学教育促进会、成大拉库社、台南新雅协会等等的团体串联起来，组织伫个水批温公园来举办着彩虹游行的记者会。除了伊表达出伊的诉求，其中也特别针对着亲子共学这个部分，希望会当向下扎根，落实着性别平等的教育，和性别平等确实伫个台湾社会每一个所在。社会总有一条隐形的规范在告诉着我们，怎样才是女生，怎样才是男生。但在性别光谱里的每个人，各种组合都是有可能，也都存在，不是吗？因此，我们希望当男孩们在玩扮家家酒、包洋娃娃、爱打扮、言行举止秀气、爱哭时，有任何不符合传统男性价值的期待的时候，不会因为被指指点点的评价而隐藏了自己。我们也希望当女孩们进行打架游戏，玩得全身脏兮兮、行为粗鲁、个性强硬时，有任何不符合女性价值的期待时，依旧可以很自在地展现自己。台南彩虹游行今年是第3届来举办，伊嘛希望这场游行会当纳入较侪团体，有较侪人做伙来支持，并参加这场诉求平等的游行。我们3月14号呢，在礼拜六在水平温公园，我们希望可以呼吁大家一起来参与我们的台南彩虹游行。那我们这一次的主轴是亲子同游，希望大家呢不分性倾向，然后不分你的性别自我认同，号召爸爸妈妈还有小朋友一起上街。那我们大法官虽然在去年已经做出释宪，然后判决同志呢没有受到民法的保障可以结婚是违宪的可是时至今日，其实政府都还没有任何的作为。而保守的团体最近又发起数场这个公投联署，希望要反对性别平等教育，然后还有反对同志结婚，限缩这个婚姻是一夫一妻的关系。所以我们希望呢，我们要一起站出来，然后表达彩虹公民的心声，然后同时也让大家看见我们台南彩虹公民的骄傲。用无同款的色字代表着无同款的团体、无同款的年龄层、甲无同款的想法。台南彩虹游行希望有较侪人做伙来了解这场游行的意义甲内涵，说服较侪人做伙来参与，做伙来支持着性别权利的平等。父母孩子一起来，父母孩子一起来，彩虹游行在台南，彩虹游行在台南。台南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消灭登革热，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卵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质量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孓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
华春国内亲自旅游的市场，在垦丁经营酒店将近20档的集团，首次拓展全新品牌的选定台南进驻。所以馆内除了打造分嘉南地区上大的室内亲子游乐区，主打的59间4人房，更有将近20平空间来搭配顶级的硬体设备，加上应用空气污染，嘛率先引进纳米科技的空调系统。整体气氛让和旅客相当满意。很多饭店我们都住过嘛哈，它的消防安全甚至于品质各方面，我认为都很棒。而且价格我是没有做过，但价格好像也不高跟他们肯定也有下毒嘛，那性质是不一样的。当然，除了宿舍房间、多元的餐饮服务、甲自助餐厅，还有全时段乐团的驻场演奏，来满足旅客进行一大卖点。所以业者表示，对3月10号到4月11号试营运期间，伫自助餐的部分已经全部客满，嘛互因有信心伫亲子甲国民旅游顶面创下佳绩。我们把我们品牌的精神就是舒适、享受、友善，把它带进来，然后融合就是垦丁夏都的一个就是优势，就是一个空气，就是一些住房的空间跟大坪数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把它强调就是说跟在地台南完全不一样，强调说我们可能就是台南第一家唯一这么大坪数的一个4人房跟2人房，那也会把一些亲子的活动融合进来，所以应该也是云嘉南第一个最大的一个亲子市场的一个饭店。饭店伫4月12号正式营运以后，除了爱面对台南现有侪观光饭店的竞争，不过相信将为咱在地观光更增加一份新的气象。但新闻军及郭博义参与报道。因为没有走进去。躁郁症的患者常常因为现实的因素来过度影响着心情，造成对别人或者是对家己的伤害。卫生福利部台南病院的心理医师也表示，躁郁症患者的征兆相当的多，亲像是过度或者是冲动的消费，情绪起落非常的大，这寡拢是躁郁的象征。医师也提醒要特别注意，厝内面的人或者是朋友是不是有类似的状况。其实这个躁郁症的病友们在躁症的时候，常常会有一些冲动投资的状况，然后事后造成他感到痛苦而后悔的决定。所以这个理财部分需要我们家人、朋友跟医疗人员好好的帮忙。那我们的3点建议就是对人、对事、对物。对人的部分，尽量建议家族当中有一个人可以作为他的代理人，帮他管理一些生活必需的钱财。然后对事的部分，就是他如果出现某些冲动的行为，然后开始太嗨了，睡眠需求减少，很多话等等的时候，要小心说快要发作了，要赶快治疗。对物的部分，尽量减少网络或者是信用卡的使用，就是杜绝那些有可能勾起他很容易消费欲望的东西。对人、对事、对物做好以后，这个伤害性应该会减低。医师嘛建议，躁郁症的症头若是严重到有伤害家己或者是伤害别人的可能性，就建议爱带入去病院，同时使用着药物做调养来恢复正常的状况。台南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新台病院一位40岁下肢患者，虽然平常时拢有使用药物来控制病情，但暗时常常拢会扫甲醒起来，造成睡眠品质足歹。为改善这个状况，来到新台病院做进一步的检查，后来确诊是重度下肢患者，决定采用生物制剂进行标靶治疗。因为我们现在生物制剂主要还是针对重度气喘的患者在做应用。那这些重度气喘的患者，他们即便是用吸入型的控制药物达到最大剂量，他们还是会因为这些气喘急性发作的症状所苦。所以我们根据这个全球气喘创意协会的一个订定的一个指引，然后会帮这个患者重度气喘患者做血液检测。那确定他的确就是这种符合使用生物制剂的一个类型的一个重度气喘患者，我们就会根据这样的条件去帮他做生物制剂应用。那在过去的临床经验发现，绝大多数的患者他接受这样的治疗，其实在临床上的症状缓解，或者他主观上的一些症状上的改善，他都可以得到很明显的一个进步。
生物制剂对着下骨患者的治疗，拢有真明显的改善。而且只要经过评估，确证是重度下骨患者，阁会当健保给付，真正是下骨患者的一大好用。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这名59岁林先生，大约伫3档前望到家己的腹肚有一粒凸起来所在，但拢无进一步检查。后来伫工作过程当中，雄雄昏倒，被送到病院，才发现是腹肚的主动脉瘤破气出血，压迫到其他器官，造成腹肚压力变大。医师紧急替伊破腹，再合并装支架，才保掉伊的性命。我们是不是能在压力高，但是器官还没衰竭，甚至刚开始要衰竭前就去做减压，那病人才会有机会可以活下来。这个病人就是在我观察到肾功能开始转差，开始没有尿的时候，我们就赶快去做减压。好，我们还没有等到他血液变酸，肠子坏死。他打开来看，刚才大家看图片就可以发现，这个肠子已经稍微有一点颜色有点暗了，就是没有这么粉红了。所以他的肠子是已经有点开始要缺血了，但很幸运，就是说我们也介入的时间点也还算早，所以还算来得及。他最后肠子也是恢复这个粉红色，所以能够顺利的关闭腹部。我想这个给我们很大的启示。医师提醒，65岁以上有高血压、食薰的民众，拢是主动脉瘤的高危险族群。建议至少爱做过1摆的腹肚超音波检查。你若是有腹肚痛、合并休克、甲失去意识，必须高度怀疑是主动脉瘤破气所引起的，所以千万袂当疏忽。但是本张上王子豪。采访报道，膀胱癌大部分发生伫中老年男性身上，但依然有部分少年的男性第一摆诊断就是第2期以上的膀胱癌。但这个病人不管是接受膀胱切除手术，或者是化学放射疗法，手术后可能规世人拢爱装尿袋，性功能也受到影响。而且禁尿甲排尿功能可能也毋是介理想，所以基于病院这几档发展会当保留神经的膀胱癌切除手术，再合并人工膀胱中间，多多提升病人的生活品质。目前我们这个如果是以男生来讲的话他必须就是把这个膀胱跟这个攝護腺把它切除因为这个攝護腺也有部分的尿道，那这个切除之后呢，那我们必须帮病人再重建一个膀胱。那目前我们在奇美医院，我们是以取一段回肠来把肠子呢把它折成膀胱的形状，那再将这个肠子种回原来膀胱的位置，那病人就可以跟正常人一样由这个下面的这个尿道排尿这样子。医师指出，真侪病人伫手术后拢会当像正常人共款过生活，但是尾期发现的膀胱癌，这是效果无好，所以提醒病人一旦发现血流的情形，一定要早期诊断、早期治疗，避免变成严重的膀胱癌。但是，加上林根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美纯，咱再会。